在中国当局最近公布的高考招生规定中，汉族及少数民族通婚家庭子女享受超出单纯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加分待遇。这一鼓励性措施被专家批评是对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同化。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在东突厥斯坦上周发布的一份高考招生规定中，宣布对父母一方为汉族等其他民族，另一方为维吾尔等11个少数民族的考生给予加20分投档。同时，对父母双方均为上述11个少数民族的考生的加分优惠则大幅下调，由此前的加50分下调到了只给予加15分。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莱波尔德对此向法新社表示，新政策是北京试图对所有非汉族思想和行为进行汉化的一部分。他说，北京将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作为促进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入的重要手段。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伊朗外长扎里夫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长臂管辖，理解伊方目前的处境和关切，支持伊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王毅表示，中伊是全面战略伙伴，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快速演变的重要时刻，两国有必要加强沟通协调。土方购买 S-400的打算扩大土美关系裂痕。美国空军部长齐瑟·威尔逊证实，美方没有恢复对土方发货，双方就发货处于讨论中。国官员认定，土方打算购买 S-400很有问题，将威胁土耳其参与 F-35型战斗机项目。威尔逊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土耳其可能推迟接受俄制 S-400，土美对话继续。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活动遭到德国、法国、美国、以色列和埃及等国家的反对。在土耳其表达了坚定的立场后，希腊总理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据希腊历史最悠久的保守报纸埃斯特拉达报道，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表示，如果土耳其从塞浦路斯撤军，土耳其将获得一份东地中海天然气。联合国人道副秘书长洛可可表示，过去数周以来，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友不顾联合国秘书长及多家联合国机构的反复警告，不断加强对伊德利卜的进攻，意味着人道主义工作者最担心的事正在成为现实。洛可可表示，最近3周以来，已有160人死亡，大约18万新晋流离失所者搬进了营地。